嚟韓國唔好淨係再去着韓服啦，1000 won直接帶你穿越大長今時代，着住傳統嘅衣類服，仲可以免費喺呢啲韓屋背景大影特影。呢一個景點咧真係超小眾，先收藏以防揾唔翻。位於地鐵1號線濟畿洞2號出口，一出嚟咧就會見到呢一個韓國最大嘅藥材市場首爾藥令市。呢條街裏面咧仲藏住咗韓方振興中心，呢度保留咗韓國傳統嘅韻味，超神奇！一入到嚟呢度咧就好似去咗穿越劇咁。呢度咧真係夠你玩半日，除咗可以體驗衣類服，仲可以體驗藥草足浴、舒緩眼部護理、全身按摩、手腳按摩等療程，而且價格仲係超級平，不論嚟旅行定係在住都係一個好舒緩嘅行程。翻到今日嘅重頭戲，衣類服體驗，以為咁平啦就會好 hea 啦，但點知一啲都唔 hea，只要買票入場即可體驗，去到櫃台旁邊做登記，就會有姨姨專人為你着相，而且仲可以直接喺園內隨便影。天氣好嘅時候咧，陽光射入韓屋咧，真係超出片，男仔都可以一齊體驗傳統衣冠服，真係嚟韓國唔好淨係影韓服啦。咁好玩嘅地方點可以自由我知道呢？想知嘅留言加一，無私分享俾你哋。呢邊咧仲係之前有分享過嘅黑八大廚以烏卡西安東湯麵同埋廢棄劇院改造成嘅星巴克，行程建議可以安排喺一齊。分享處傳統家人行程，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下次見，睇咩拜喲。